爹，你最爱吃的韭菜鸡蛋便是。哦。还是你娘在世的时候吃过嫩好的扁食，搁了2两香油嘞。我做的味儿是差些，那你也得给他都吃光了，好把昨个晚上淌出去的血都给补回来。不碍事，幸好养了些日子，有了些力气，不然呢，可真嫌累。这姓谢的真该死！我寻思着，弄点砖头来，把咱家临街的墙面全给砌高了，到时候再委屈你到红薯窖里去，那就鸟悄的，谁都发现不了。你说呢？哎，这个谢账房啊，一准儿是看过那个红薯窖。啊，眼下呀，那个地界啊，算是太平。呀，可是砖头哪儿找去呀？咱家水磨边上啊，有个砖窑，封了有年头了，还是你爷爷在的时候烧过。咱这儿的土好，就是柴太贵呀。那不怕，我可以打柴，山上多的是。哎呀，老费气嘞。那费啥气啊？冬天快到了，本来就闲着就是闲着。等你打够了柴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怎么烧窑。不要！葡萄，你坚持住啊！我上来救你。葡萄，把手给我。先别缠我！一会儿鸟柴我值几个钱？先把手给我。不成，我好不容易捡了这么多，可不能弄丢了。给我吧。把手给我。快！哎呦不，哎呦，值得吗？哎，我的柴。哎呀，走吧。走。杨玉毛尖一壶。好嘞。哎呀，董老啊，可真得谢谢你啊！爹今天甭跟我客气啊，这茶我请。来了，1毛钱1壶。好嘞，多慢用。这包啊，是陶敏的。哦。这包是给陶敏婆婆的。哎，收好了。哎，有你带着我把药抓齐了，总不会错嘞。陶敏婆婆的病啊，急不得，西药为主，中药为辅，慢慢调理就会好的。哎，记着来。等陶敏生了娃，我叫你和葡萄到我们家来吃饭啊，好好的谢谢你。哎，对了，你跟葡萄还僵着呢。
我去找过他2次，都吃了闭门羹。哎，我就不知道你俩在这犟啥啊？这家里都没人了，还不好好在一起安生过日子？你这听谁瞎咧咧？现在老八改叫解放军了，就是专管解放老百姓的队伍。我有个远房亲戚在洛城县衙当差，消息是从那儿来的。哎呦，你这个土老鳖呀，还啥县衙呀？现如今都改叫县政府了。这县衙、县政府不都一回事儿吗？不一样，人家解放军的队伍上10有8九都是像咱们这样的老百姓出身，他们练吧练吧就成上阵打仗的铁人了。所以呢，他们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。我听说北边解放军有个地界叫根据地，那儿的人过那日子那可叫美呀。哎，对呀，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儿，我就不信人家正规军会打不过一群土老八。嘿，老板，钱这儿呢。得不说，这茶喝没意思，咱们走。客慢慢走。哎，这我得找去。你说的这事儿不对，说你都不对。哎呀，这眼瞅着又要开打嘞！你也忒能了，这为了抬高院墙，你都开始烧砖了。咋啦，不成？哎，这可有趣了，他俩咋凑一块儿了？一个女人家的，咋干上大老爷们的活？我家又没男人，就我一个人，还不得啥都自个儿干？那砖要是烧不成了，你前面受的苦不就白受了？这点小伤算啥呀？烧不成了就琢磨琢磨，想好了重新烧呗。是，道理大家都明白。葡萄，你跟这镇上的其他女人都不一样，兴许跟这个世道下的所有女人也都不一样。爹，这几日要烧砖窑了，我寻思铁地有不少人来来往往的，要忙活。要不把你先安置到红薯窖里吧，这样我出门也安心。中，你想咋成就咋办。当心啊，爹，伤还没好利索呢，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顺着往下走，我拽着你呢。叫我走了，不是挺美吗？没事，再往下，哎，爹。把绳给我。
也就不会潮湿了。再点上个小油灯，也亮堂了。可不是。哎呀，这红薯酱不透气，我再给打个气眼。哎，有了。透了吗？透嘞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哎，来嘞！不到，今个上山顺便给你捎的，省得你就上山再伤着啥。嗨，谢嘞。谢啥呀？哎，这砖烧的咋样啊？差不多了，这不都堆到院外来了，等干透了胚子，好进窑烧了。你可真行。哎，这家伙我给你送进去吧。好啊。哎，你先进去。放心。哎呦，这么多，很沉呐。哎，要我一根嘞。葡萄，等这车砖烧好了，分我点儿，我给咱家盖个后院，成吗？咋不成嘞？就这么说定了。等这砖烧好了呀，你推个车来取就行了啊。好，咱这窑可封上了。走。待会儿把柴火抱过来。哎，我来烧。烧窑啊，可有讲究了。知道你能，烧吧，我去拿柴啊。哎。拿那么点儿。还有还有。舅舅，您的副厨房做的羊肉真好，您趁热喝。这就是你起早摸黑查的情况。您听我说，你还有脸说？我来问你，是不是你跟我说的？你认识王葡萄那么多年，他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，你怀疑他孙怀清根本就没有死，而是被王葡萄给藏起来了啊！也是你说的，你在他们家如何的熟悉啊！你要亲自去盯着他，一定要把这事儿给弄得水落石出。那你都查出什么了啊？你到底查出什么？你干什么呢？啊，老爷，我好啊，他王葡萄织布卖布，王葡萄开窑烧砖，了，你还给我整出一个王葡萄跟我儿子安通昆曲，好啊！就是这王葡萄太狡猾了呀！我真搞不明白了，就你这种料，我二大怎么就瞎了眼，让你当了这么多年的账房呢？啊，他真是瞎了眼了！你说你连个小丫头片子你都治不了，我再去查查。你查什么查啊？这事儿你别管了，下去。哎，是。小波，你过来。哎，老爷，你跟杨贵，你们俩去办这事。哎，仔细点，去吧。是，老爷。倒要想知道，他王葡萄家到底藏的啥秘密？葡萄，你一下都干了一天一夜了，你一下多添点，不是能多眯会儿？可不中，你这歇着就看不住了。你这烧过了，砖都变形了，这咋能用啊？你要烧不透，砖都没透，到时候砌的院墙可不得塌了。
是这么个理儿。赖子，赖子，赶紧回去吧，考敏眼看就要生了啊！咋那么快？不说还有8个月了吗？孩子急着出来见见他爹呗。好，你赶紧去，赶紧去。走。哎，你当大夫的还不赶紧去瞅瞅？陶敏儿有她婆婆和赖子娘照顾呢。看看我这个小孙子、小宝贝，哎呦，真可爱！你说这小玩意儿咋这么软乎呢？啊，娘，我要给撅折了咋整？瞎说！当爹的人抱个娃都不会，笨得跟个猪一样。看你说的，我这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吗？哎，等以后你给我一生一窝，你看我抱的舒坦不舒坦？嘿，你拿我当母猪啊？真是可爱。瞧你说的，那我要说你是母猪，那我不成公猪了啊？那对我有啥好处的？不是。哎，对了，还没给我们娃起名呢。让大爹起来。哎，对，赖子，你起个名。这叫狗剩吧，外面好养了，还是叫乐生吧。哎呀，乐生，意思就是啊，孩子在欢乐的家庭氛围里出生，也希望他以后能够平安喜乐一生。好名，看看人家童脑，一张口就是好听又好记的名字，还能说出一通大道理来啊！乐生，谢谢。好，知道啥呀？人家葡萄才叫能呢。又不是自己的男人，天天拽着赖子上他们家7院墙双四壁。疯婆子瞎乐了啥呢？哎，对了，赖子，我不是答应给你一车砖吗？拉来了，就在外头呢啊。哎呀，你看这怎么说的？你这一进来就给我儿子起个好名儿，你这又送这么大礼，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谢谢。啥？谁稀罕你那破砖头啊？都给我拿走，我一块都不要。有本事自己找个男人使唤。老借用我的算咋回事啊？这螃蟹吐沫，你还没完没了了你？好啊，你还向着他，是不是背着我你们俩好日子都成了？啊，儿啊！这是啥呀？咱娘俩命可忒苦了，皇后这恶女人。她不定咋祸害咱们呢！旁边，好啥？啊？今天晌午那猪肉馅的扁食吃了没有？吃了。咋了？快吐出来！我搁了2两多砒霜呢啊！我走了。哎，葡萄慢走啊！赖子啊，他啥意思啊？啊，今儿中午你吃那猪肉韭菜扁食，是人葡萄烧砖给你换猪肉做的，说要给你好好补身子，还告诉我别告诉你，让你吃了以后啊顺畅一点。你最近老忙嘞？老爷跟你说话，说我呢？我能忙啥呀？等吃荤日子呗。感情是炒菜放盐吧，你咸的憋不住了。秀梅，大冷天的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？
少友，表哥和葡萄好上了，咱俩怎么办？你听谁说的？我问过表哥了，我问他为啥不带我送他的壶碗，他哄我，说怕弄脏了。可是我能看出来，他在骗我。他已经不稀罕我送他的物件了，他现在只稀罕葡萄，成天都在念叨的是葡萄。秀梅，你先别急，也许这其中有什么误会。你容我先问问葡萄成吗？可是，你们现在这么僵，你怎么问他？水。咋了？解放军，秀梅，优秀。你是医生？我是医生，你的伤都不在要害，只是流血过多了。我帮你包扎完就没事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你在找什么？老夏，你帮我一个忙，明天太阳落山之前，你要把这个东西运到西安县鹰嘴坡，交给独立营丁政委，他很重要，10万火急啊！我必须帮你把伤口清理包扎完才能走。我不重要，他才重要，你得把他送过去。你如果不包扎伤口，你会流血过多，你会死的。我太累了，我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把他送到鹰嘴坡，可他必须到，你一定要帮助我呀！还有什么比你的命更重要？信仰和战绩。你俩别说了，好像有人过来了。哎，这抓个小鬼都到太平镇来，可折腾死我！莫不是路上给跑岔了？不能啊，我们可是一路跟着血迹过来的，可没岔路啊。这小鬼浑身上下16、17处伤，早晚都得是鼻子上推小车，走投无路的活。兄弟们，受累，到处给我翻翻找找。是。谢谢啊。吴院长，人在那里。愣啥？赶紧追！兄妹，你把药箱先给葡萄送过去。这样去啊，很危险的。爹说过的，答应别人的事情，一定要做到。爹，您的法子可好了，咱的砖啊烧的又好，卖的又多钱。照这么烧下去啊，我白天烧烧窑，晚上来给您送送饭，没多久就能把咱这个窖给修成间大屋了。够修院墙的就行了，烧这么多砖弄啥？这大冷天蹲在雪地里烧窑，可遭罪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呀，买3头猪娃回来。啊，大冬天的养猪啊，打不着猪草咋办？去年留的那鼠皮
和穗子，泡个6、7天吧，把它搅匀了，等泡烂了，把上边那层筋去掉，下边那层稠乎的酱啊，喂猪娃子，好上膘。嘿，这主意好哎，爹，怪不得你不叫我用熟猪心来烧火呢，原来是派这用场。行，咱镇上真没人比你还能耐了。葡萄，这大晚上的，哪个找你啊？门口没见人，就是他常用的那个医药箱子搁门口了。没人，早点歇着吧。咋样嘞？好了，嘿嘿，等将来猪娃子在里待着的时候，老管多冷天也冻不着他们。我看中，瞅着挺暖和。这啥呀？哎呀！你要不要试着来搅和这猪食啊？不，这活我干不了，还是你自己干吧。哎，都说这女人没主意，你咋能想出这么多主意？别人都在家里猫着过冬的时候，你却能想出这么多活，还桩桩都这么实在。我可告诉秀梅去啊，你说她没主意。秀梅啊，她就只管待在她的宅子里，管她的啥就行了。像这些个主意呀，苦难呀、纠葛呀，嗨，家门外的事儿都不行，她知道，她也不会明白的。你倒是会疼人嘞，秀梅有福啊。哎，那你呢？为啥搜肠刮肚的想出这么多主意来？为啥？活呀，人得活着呗。你一个女人家的，为了活着，都能想主意做努力。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到现在都不知道该咋样活着。你一大团长，你想咋活？带你的兵，打你的仗啊！哼，葡萄，往年打日本鬼子的时候，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，甭管战场多么艰苦，这个理儿从来没歪过。可是现在，平时不一样了，我真的就闹不明白，我到底为了啥要跟解放军打仗？你为啥？你不是因为你那些长官让你去打吗？长官，就是这些长官，逼得我陷入绝境，关了我爹，害死我二爷爷。对不起啊，葡萄，我说你伤心事儿了。都出来看呐！犯上作乱的共匪被咱朱副县长就地正法喽！走，看看去。都睁眼给我看清楚了，这是一个作乱的共匪分子，在逃窜途中被我政府抓获，就地正法，血都流干净了。孙团长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一个大团长，咋恁清醒？回太平镇养着嘞？哎，真是羡煞旁人。
咱们宜阳县的副县长朱梅，凭着跟女人相好，连升3级，真是背心里藏臭的，久仰。哼，孙元虎，你别嚣张，围攻洛城，师部被革职，你现在就是个蝼蚁不如的小老百姓。对，朱副县长，您说的对。您要是看我不对眼，不早就把我抓起来了？我要不是看在赵军长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这是啥分儿？把杜副县长推到我们太平镇来了。这个有公差。是，您辛苦，弟兄们都受累了。这样吧，先到我的寒舍歇脚。周来，走。秀梅，你咋来了？不信我来吗？不是，这街上这么乱，我是怕吓着你。秀梅，明虎老疼你了。我是吓着了，没想成这事是真的。秀梅，你这咋了？什么真的假的？走，快跪下！好，兄弟们，这不行，这个别走。少勇，不能进去啊！这个啊，这姑娘咋了？难道你认识这诗？秀梅，少勇，他就是胆小，被你们吓着了。这是镇长家的少爷和小姐，谁认得死尸啊？你不信问他们管家。对，这是我们家少爷和我们家表小姐，根本不认识这个。少勇，这兵荒马乱的少爷，你赶紧带那个表小姐回去吧。行，3个了，走了，兄弟们。不，你们不能去啊！你这。谢谢啊。副院长人在那里。愣啥？赶紧睡。副院长人在那里。赶紧睡。这个兔子要起围堵啊！就这样，那个解放军把朱梅他们引开了，我跟少勇才安全。那时候我怕极了，可是少勇很勇敢，他让我把药箱子带回来给葡萄，自个儿就走了。胡想，这才是我们孙家男儿的样子。我看那解放军很和善，比那些国民党强。佟老这位过去，指不定真能学出个好来。鹰嘴坡是个啥地界儿？一天光景他到得了不？鹰嘴坡是在洛城的正北面100多里的地界儿，咱们太平镇是在洛城的西南方，也有200多里的路程。佟老要想如期到的话，得有12个时辰不眠不休才可以。那怎么赶得及啊？行，知道。我先回了啊，饭没做。爹，你咋老也不点灯呢？这地窖白天夜里一个样，点不点灯差不离呀。爹，你看你这脸，虚肿的，这头发、胡子、皱纹，咋跟个唱大戏的脸谱似的？哼，快，趁水热着，给你洗个头。谁看呢？我自己都不看。爹那么爱热闹、爱耍弄的人，现在在洞里活人，怪不得1月老3年呢。呵，等洗好了就干净了，身上就舒坦些啊。
晌午上头闹腾啥呀？又是鼓又是锣的，还挺欢实。就咱的副县长朱梅呗，毙了个人，领着人尸首游街呢。这小子混得倒不赖，只可惜银虎啊。爹，胡茬子也够硬的，我给您剃剃吧，啊。人老了就剩下倔胡子。当心，别动啊。